这个乌米仔个一人一份哦，爱有一个随手记录的习惯，写一个4句甲马场有关系。我看你写啊美女哦，这人家在咧写。应该袂甲我写同款的物件吧？美国牛仔。喂！下暗8点，歌词曲唱4句给我听。好，坚持到底哦。坚持到底。两个人一组留伫遮替因服务，另外2组的人呢去社区去茅草味。我搁要互恁坐设计一个浪漫的情为庆祝一下。阿强飞起来，继续坚持到底。好，你啊，好，先安尼就好，先安尼就好。哎，改来啦，你家写的拢无转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任务变动。4句写好马场的歌，请共同完成。下暗8点完成的意思就是咱6个写4句。哦，安尼会使哦。共同完成一条歌，是这边咱节目的目标。帮助这阵菜鸟啊，一步一步来完成。对我这个带路人来讲吼，嘛是一个挑战。我感觉这4句可能会当亲像是拍一个安怎讲，就是透过这条歌会当熟悉这个马场。哦，伊有讲到伊是算福建科啦。系啊。除了咱的社区啊。我今仔透早阿妈嘛讲着，若是有啥物因遮的庄仔头，若有啥物活动，伊个教练拢会甲马牵去啊，就分红菜头互囡仔，还是大人安尼饲马啊，佚佗。哦。看饭伫学校学过一寡写歌的理论，也毋过理论拄着即摆联合创作，哼，喙无讲啦，伊的表情吼已经说明一切。敌人需要指定的队长啊。这个队长吼，伊一点点的音乐基础都无，但是伊有满满的责任感哦。当大家调伫遐拢无进度的时阵，伊就用伊的方法，想要帮助大家找到灵感。听到咕噜咕噜声，是啥物动物？这是啥物声？这是啥物动物咧？原来是一只小小马。一只狗水的。狗水的小小马。选我做队长，慧眼识英雄。可能我感觉应该是我的个性较单纯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大家的想法想袂出歌曲的创作的过程，有拄到啥物困难的时阵，我会讲莫想多，就直直冲直直行。我感觉亲像智仁甲郑轩因2个人的文字，就是较简单，毋过就是因为简单，所以真直接，真知影讲伊想要讲啥物，就是讲真古水的事。哭咯，还袂写起来，我甲写。哭咯，记下。哦，这伤久啊！这阵计跳出来帮大家整理遐有诶无诶想法，袂歹哦。不管想法是啥物啦，先写落就对啊。你请马赛，我食鸡赛丁。啊，鸡赛丁就是因为阮今仔咧看迄个阿公甲阿嬷的时阵，咱看阿公阿嬷。无啦，阮咧教因开讲的时阵，因就会讲，因其实有物件拢会互相分享。啊，因顶礼拜打做鸡赛丁粿来互教练因食。哦，是啥物味啊？鸡赛丁，我无食着。你感觉就臭诶？因为鸡赛丁是只臭，我要死。一包就是臭肠。无啦，鸡赛丁啊，就是一种草啊，毋是草，是哇，个奇怪怪气拢走出来，一种草啊。伊迄个你若家伊个安尼平平的臭草，啊，毋过你若是家放去吹，迄个草的味就无去啊。你一个鸡赛味，感觉臭臭的啦。啊，伊的片仔可能怪怪的，感觉香香。嘿啦，所以感觉榴莲是香的，迄嘛是。榴莲我嘛爱食啊。榴莲是臭的，就是臭梅仔的味。好，给做这个话题。盐水。
赞。就爱加，即摆有这样就这样。温顺爱食屎，除了社区有无聊两张某爱说啊，有个性陪伴可乐卡地红，这头加屎。温顺我想到迄个Rainbow， Rainbow。 Rainbow 要哪拼的啊 ？RAINBOW。我可能吧。大学生爱食肥肥散，减肥，有肥散。散，招标。无就是写一寡社区甲买场之间的物件，社区甲买场之间的连接。今日下晡，大家人咩讲？大家拢感觉足无助的，但是因为我是音乐人，但我是即个专业出来，袂当讲大家拢无办法，所以我嘛无办法。要困才会当做较济代志。对讲，叫困一下啊，咱已经关伤久咯。坐遮久啊！卡要哦，来困者。要困要困。行，我因6个人一句词都还袂写出来。卡马古牛。卡嘛是安怎做？咱菜鸟咧写歌吼，毋是咧交功课啦。你卡伫遐无进度嘛算正常。看到大宝哥。一透早就来甲大家招斗阵，互因一寡无共款的刺激。大宝哥你好。要坐。哎呀，好耍吗？袂歹啊。我发现讲，恁即摆咧写歌袂歹有进展啊，但是敢若欠一味咧。什么味？欠一个恁家己个人对代志的看法的迄个感受度。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代志啊，咱毋是要帮迄阿公阿嬷要办迄个金婚趴嘛？什么意思？看你应该已经真有想法咯。啊。无啦。重点是，既然咱要帮伊办这个金婚趴，因结婚遐尼久来啊，因欠缺的是啥物？浪漫的感觉，迄种少年仔才会有的迄种热恋期啊，迄个部分啊。所以，咱即摆出一个新的任务，恁爱去找到什么叫做浪漫？啥物咧？有可能是一个物件，一张相片，还是一句话，一段故事。一首诗，反正你要写诗，你去找到什么感动，也是讲一条melody，拢会使。范围咧，莫走太远，咱伫花莲就好。3点钟的时间，莫离开这个范围，花莲这个范围去找看卖。OK， 好，行动。好，该爽。好，安排。来哦，咱来去吹浪漫，咱就伫附近踅就好。用行的嘛是一种浪漫的方式。做伙行。爱牵手哦。啊，牵手。对，因为咱昨仔阿公阿嬷嘛是牵手行一道的。安排即届找浪漫，其实我还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啊。想那做者人的心声伫内底。去做着这问啊好。透神念啦，心情嘛会好啦。无共款，线条。哦。啊！老爷。你骨头。行吧，落花。你一直甲看，你就想要行啊？好乖啊嘞！嘿，有乖啊，啊你看起来就浪漫的哦。
哦，安尼行，安尼行。我安尼足大心足浪漫。有大有大，会使问一下，浪漫是啥物物件？足歹讲的浪漫是一种感觉，敢若咧啉白滚水嘛，感觉足甜蜜的。哦，嘿，啉水，我介意这个答案。嘿，你足够啉水的。无毋对。嘿，安尼你啉水有感觉浪漫的无？有，因为身体足爽快。好。浪漫就是来，啊，嘿，这浪漫就是咱是六个来，就是两个人做伙六个来。咱甲咱五官拍开，安怎拍开？安尼？拍开，搁一个。哦，香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帮你。爱配迄个滤镜，浪漫的滤镜。slow motion 安尼啊？你会敢有吹掉？有水吧？有水无？有水爱别人甲我讲，足水呢。有啥？足介意。你的头毛，有一张。有水吧？哦呢，我感觉太平洋就是我为你流的嘴暖。翕一张。你感觉浪漫的定义是啥物意思？浪漫哦。我感觉即马坐伫遮就足浪漫的啊。我感觉心情若放轻松，心情快活，就是一件浪漫的代志。你呢？哇！我感觉就算无交人讲话，一个人嘛会当浪漫。有时阵人毋是像这个海这么清幽。咱毋是海，咱是海里的石头，对，会伫风拍起来，海会伫甲咱零零角角洗掉，互一个人愈来愈骨溜，愈来愈骨溜，所以我感觉咱是海里的石头。喏啊，行吧。落雨啊，先找所在味吧。这个时阵落雨嘛是一种浪漫，事实。蒙蒙啊的小雨，落伫咧海边啊。不过身躯无重，较是一种浪漫。等我啦！就是暗时来看，遮就拢是电火。哇哦！一人一半，感情袂散。他要我们达成一个共识。如果我们对音乐的观念都没有，那我们不会有共识。恁会当私底下，咱就第一时间你就传给我啊，有问题咱就传啊，恁拢无啊。若是暗时来看，遮就拢是电火。哇哦！这是真的啊假的啊？记录一个。嘿，安尼。哦。足大一只。有够大只的呢。伊若跳来，我会惊死呢。真正。好，我想到啊。啊，你讲。一个人需要的时阵，像我准骹受伤，需要的时阵啊，愈如路边安尼翘起来，翘起来。无挂，这就是一个足平凡的代志，但是就是一个浪漫嘛。嘿。所以。而且伊是雄雄出海的缘分也高。嘿。我感觉花莲这个土地就是阿公甲阿嬷浪漫的所在。卡大这是个土地，这是我拄则伫土骹捡到的。这就是一人一半，感情袂散。摕这转去互大宝哥。好，送互伊。这就是礼物对。礼物是啥？咱的伴手。有人来甲我斗，讲看饭甲俊杰，我昨伫遐搭规暝。他教的只是一个概念，跟来这里要做的事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我认真讲，如果6个人一人一句，即便他乱，总比真的6个人做4句还要来得好。不是啊，我是觉得他会说4句，而不是1个人1句的原因，就是他要我们达成一个共识，而不是每个人只丢自己的东西出来，而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的4句去找共识在哪里，而不是我们只斟酌在那4句，要大家想出一个共识来。如果我们对音乐的观念都没有，那我们不会有共识。这个观点我是，不是说接受，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。
如果一句你只写一个风吹微微之类的，那这是你的第一句。那我的第3句是 colo colo colo， 这2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。我的意思不是这个的一句，因为我们写的这首歌是要否这个马场嘛，那否这个马场就是要你得要写出符合这个马场的歌，你不是你写一首歌啊，所有的马场所有的马场都可以用。就是我会觉得你太急了，你即便你就想要这样做，你有你的执着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你不能局限在每个人都可以这样。恁2个少年，哎，豪哥，这段时间恁咧写的时阵，恁家己应该知影吧？有拄着一寡状况，你无将你家己拄着的状况是安那？我就直接讲我的感受，交我心内底的画面。一开始因为音乐专业出来，等到我可能会互家己较大的压力。6个人，我边仔会当完成家己的任务以外，做伙去交别人合作去完成这条歌。可能会感觉较可惜的是，家己敢若无迄个能力，所以我后壁上真的感觉就是我小可已经为有自信甲无自信。对我来讲，可能总结啊，交我2个目标是同款的，不过我可能伫要互对方了解家己的目标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讲法无共。对，就是阮会去误解着对方的意思。譬如讲，阮昨就咧讨论咧，到底是要安怎写《马场》这首歌，就是你想要这条歌最后的结果是安怎？对。啊，伊是讲，我会感觉过程较重要。过程较重要。你感觉过程较重要，你感觉结果较重要，但是即摆进度是0的。对啊，因为就是阮2个目标是同款的，拢是好的，但是我毋知影要怎表现，互对方知影，嘛毋知影要怎表现，互其他4个朋友。但是你拄则甲我讲的时阵，我感觉我就清楚知影你的想法啦。可能你会惊共得失着吗？但是你安尼激个，换你家己破病呢？该甲大家沟通呢，就沟通。而且我手机啊讯息咧看的时阵，恁其实浪费足侪时间，恁会当私底下咱就第一时间你就传互我。有问题咱就传啊，恁拢无啊。你烦恼影响别人的情绪，一个代志还未发生，结果影响到你家己的情绪。OK， 我赖拢开咧啦，好无？吹者，进度，好无？好，再会。来，想者啊。我看咱找一个时间，大家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无就是写出来。写出来，直接交流啦。无，若无讲，大家互相拢毋知比，互相咧想啥，变到对代志的进展无帮助。是安尼决定。咱2个先甲心放开，会使，加油！洪太听讲下礼拜呢，外口开始落雨啊。阮干那吼，秘伫房间内底开讲，是讲对我来讲，这嘛算一种浪漫啊。哦，啊，恁去啊，恁有找到啥物叫做浪漫吗？你甲我解说一下。哦，阵来分享一下吼。恁找到啥？哦，这样掉。浪漫。有，我看有多位啊，我找找。我讲你无去吧。红林步道，你都爱敞开。哎呦，小弟家。你去是土地公的乖仔哟。哈利波特。惊到无方便呢。你记啊，就是伊本来是倒入路边嘛，啊山路嘛，行路无方便，啊伊阮就展现出伊的浪漫的这个。你个更小，我听你讲话，我听你了。你帮我找到。来，卡，我要听伊讲，哦，我得改水料嘛。
我停，不要再说话了，麦克讲话啊，不是，以为你来解水哦，以为来解水哦。起头就是我捡这支互伊，中的时阵就想讲，其实就是咱人伫咧这世人内底会拄到足侪物件的，其实就是这个物件爱互伊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内底有迄个浪漫的感觉，安尼这个物件伊才有意义。所以浪漫这件代志，就是食好、困好，生活过了舒适就会使啊，这就是浪漫。平凡的浪漫，平凡的浪漫，哦，总算讲感觉聊了有一个物件，所以恁个，伫恁这组内底找到的这支茶几，算总是一个平凡浪漫的代表安尼。哦，恁呢？大家伫遮住遐尔久，感觉讲，咱行3分钟就会当看到一个韭菜花的花痕。叫有韭菜花啊？对，3分钟就够啊。韭菜花，韭菜花就是这。安尼好炸转来。爱食一摆。啊，所以是要等来炒韭菜花。无，就是会当安尼。卖出声，卖出声，足奇怪，足奇怪。对啦，多谢你啦。安娜达。哦。对。所以安尼是安那？是一个浪漫的过程。对，而且迄嘛是伫咧田的边啊，阿公甲阿嬷就是伫田熟识的。哦，阿公阿嬷伫田的熟识，田边安尼熟识。啊，还有一个，阿公阿嬷拢是伫咧花莲大汉的，这嘛是花莲土地一种代表。对啊，韭菜花。我搁有摕一个物件，哎呦，来上哦。那是大宝哥。那是食春的苹果，还是来啊？来啊，应该是来啊。伫咧路边捡到的。咱在食一半不爱食，你。你要听在那边创啊啦！就是讲感情就是一人一半，感情才袂散。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。迄看来较先到步的。所以咧，咱重视着这件代志，大家感谢讲 Cookie Game。一支长长的饼，阿公阿嬷就安尼食，一人食一半。食巧克力豆，白钱迄落饼呢，饼长长的饼。哦，对，咱迄感受着。无这就真着。哦，就歹势。袂歹呢，所以恁这是平凡的浪漫，这是分享的浪漫。我感觉我希望放伫恁这组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恁嘿，恁去找到啥物浪漫啊？事实就是我们去佚佗大的这个所在，佚佗头，对啦，佚佗头，嗯，石头我都去。对，我都炸转来。因若炸石头转来，就参我炸手机转来差不多。无讲。来，我来讲一下，大海是毋是接受到伤侪人的要求，所以才是难的。过来，伊就讲迄个大海亲像粪扫桶嘛，阮就去揼石头，阮就甲，因为迄个鹅卵石会当揼足悬的嘛，阮就伫遐揼，因为石头拢有棱角，所以你若要一地甲一地，甲伊揼做伙，要互伊会平塌，是毋是就是爱去磨合，爱去找到迄个 balance， 一个角去卡一个角，一个角去卡另外一个角，这就亲像翁仔某同款。翁仔某无人是完美的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棱角，所以因安尼相处52落来，已经是非常的麻，因就是磨合甲非常的好。安尼咱人就亲像海内底的石头，互海洋安尼一直拍，将咱所有的棱角拢洗掉。对，这就是阮迄个时阵的感受。你找到啥物？我找到未知，无找到。有啦，毋过阮炸转来的物件，无形的，毋是实的。表达能力，互我感觉足烦恼的。解水遐多，这就是属性嘛。你敢知影大海为虾米是
哪色的？你是要讲伊了有讲啊？我来解说一下，我是澎湖人嘛，所以大海我上了解，因为你讲看卖啊？内底咧游的鱼吼，啊一直吐泡泡，啊咕噜咕噜咕噜嘛。嘿，就是安尼嘛，所以咕噜咕噜。我安尼一直讲嘛，解说遐多，这就是事实嘛。做人爱理性，嘿，唔通伤做感性。理性。尊重科学啊。理性伊啦。理性。啊，真公平啊！理性。这敌人真正是冷笑开王啦！海水是哪的？是因为鱼仔伫海底噗噜噗噜噗噜，嘿，这你嘛想会出来？来哟，听看卖俊杰甲看饭到底是找到什么款浪漫回来咧？你找到什么？我找到未知啊，未知啊。未知。无找到。无啦，袂当讲无找到啦。袂当咧讲。有啦，啊，毋过阮炸回来的物件是无形的，毋是实的。什么炸回来的物件是无形的？即个时阵的娘娘咧，原本规个天的乌云哦，因为咧落雨嘛，对无？乌云中间破一空，中有一空哪的，就是干那迄空无乌云。对。对，所以我的想法咧，就是等下哦，你表达能力，我感觉足烦恼的。无，等下落大雨，阮去美湖拄着一家伙仔，我有炸相片回来。一张相片，这敢是要搞我这个带路人来考试？哎，股票那会拢青色的。股票无问题啦，真侪人写歌拢是为故事开始。来。先大家了解一下，这伫海边撞到这对老爸查某囝的故事。我甲问讲，你感觉什么是浪漫？伊就讲，就是个人的感受。伊就起码一下样，就是浪漫。是，讲得袂歹。你听有？你听有啊？恁迄个智慧无开。爱拍开咱的五官。阮就是拍开五官，才会发现到遮的物件。敢会伤开？无问题啦，真侪人写歌吼，拢是为故事开始。其实你会当发现讲，那这个状况会当互你的浪漫是啥物？你想哦，恁偌久无甲恁老爸两个人处理设计啊？还是讲你偌久无甲恁老母两个人坐伫遐讲话啊？还是你偌久无甲因好好啊？食一顿饭，食一顿饭。哦，就想要哭呢。就是安尼啊，无真啊，事实是安尼啊，对吧？你阮看到，你偌久无甲恁妈当作哪像姊妹啊安尼，你会当甲伊安尼耍，插花啊、love you 啊，嘛，你有甲恁妈遮尔亲吗？会使哦。哦，但是偌久无安尼啊，可能足久啊，所以伊甲我讲的时候，我讲无简单呢。你看到的是一种温暖，伊个浪漫是你已经遮尔久啊，恁阁有法度安尼生活，这嘛是一种感觉。所以恁反正恁即摆找到遮个甲浪漫勉强讲有关系的物件，会当甲斗起来。啊，想讲嘛，看要安那帮阿公来去，阿公阿嬷做布置，哦，啊，恁这看恁家己想办法，你会当阿公我甲你讲一个故事。好啊，来，我来算一下好啊。落雨蒙蒙的七彩潭，带着我的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观众朋友啊，恁嘛会当斗阵底咧唱哦。落雨蒙蒙的七彩潭，一个阿爸摇囝伫遮，搁伫遮。看你继续啊，莫停啊！来，唱起来，大声唱出来！
插入去，换你。路茫茫的七彩头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你用拍手。买当变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就是足温柔的。足温柔的，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亲情，亲情。亲情。感动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平静。平静。你感觉这条歌有啥物感觉？嘛是温柔啊，感动的感觉。温柔感动，啊！你感觉这条歌拄则安尼感觉？我感觉是简单搁深厚。简单搁深厚，啊！你的感觉咧？完全就是最简单平常的4个字，啊，毋过唱出来就是做有力量的感觉。哦，就是一种简单、温柔、感动安尼。伊无啥物特别，煞有一种动力。路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路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加入来哦！路茫茫的七彩塘。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活泼。活泼。足欢喜。变欢喜啊！足快乐的。足快乐的。上够力。上够力。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有一种要出去佚佗的感觉。哦，变做佚佗的感觉啊！啊，即摆这条歌变啥物感觉？我嘛是足感动的，你明哪？你嘛是感觉足感动？我嘛是感觉足感动的。哦，但是你有发现到无？我其实啥物物件拢无变，干那啥物有变？节奏有变，就是歌曲的速度有变。但是你会当发现讲，干那速度改一下尔，气氛都无共啊，对无？气氛完全无共。拄则的简单感动，我看你目屎拢要练出来。但是拄则变紧的时阵，就收回去。都笑出来啊！所以恁坐转来翻头来讲的话，恁在创作，因为阮常常就即几工看到恁遮写的物件是恁在讨论的代志的时候，恁拢讨论讲想要甲什么款的感觉做出来，对无？拢一直写伫文字顶悬，无共的节奏，就无共的感觉。音乐是啥物？音乐就是音啊加速度、拍子、节奏，知无？melody加节奏加起来就是音乐，安尼尔。歌词就是故事。若是拄则一条歌要互伊听起来足悲伤的，因为拄则敢若无听到，互恁有悲伤的感觉。无。要安怎悲伤？落雨茫茫的七彩塘，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搁伫遮。一路茫茫的七彩塘。一个阿爸带着查某囝伫遮，
伫遮。啊，尔喂，艰苦的那阵，哇，迄个感受完全无同。一个足悲伤的，一个是简单温暖的，一个是欢喜的，三种感觉敢若节奏无共款尔。有安尼无？所以恁在创作的时阵，你会当把这个想法加入去。你感觉若是讲一个足哈苦的，伊的节奏会生啥款？唱。试看嘛，试看。我唱。对，节奏尔。这找哈口一下。哦。重金属。对，莫甲恁耍啊，恁家己耍啦。好啦，你试看卖用无共款的节奏，好不好？无共款节奏，你会当试拄一个足慢的，还是足紧的？哦，恁等下当形容家己，你才会咧小练歌，但是练一下就好啊，因为有任务。今仔日等下吼，希望伫今仔日伫头路山进前，咱这条号码场的歌，好出来。恁会当共同先决定节奏，好不好？好。随时讯息互我，有进度就传互我。今仔日头路山进前，一定爱有一个一半的歌完成哦。好，互恁先家己想。我来，你足好帮的呢，我敢会使找恁做朋友。敢会使互阮一句话彩色？会使呀。伫头路山进前，咱这条号码场的歌，好出来。恁会当共同先决定节奏，好不好？好。随时讯息互我，有进度就传互我。今仔日头路山进前，一定爱有一个一半的歌完成哦。好，互恁先家己想。拜拜。啊，有进度你就紧传互我，因为这讲真诶，因为今仔日你就要这条歌要完成一半，你先决定节奏，好，我先卖菜哩。无问题。咱这10要啥物咧？要紧啊，要慢啊。我是感觉会当紧的。较轻快的。因为是卖场嘛，啊个退休的生活。快乐的节奏，你先大者。袂歹哦，唱好唱歹无重要啦，家己写的家己唱，较有 feel。都安排啊，你就安排啊，安排啊，安排啊，你感觉？一种快乐的节奏。你啊？你感觉安怎？这种。袂歹。袂歹。好，要较直接嘛，无咱一个人
讲你对这个马场上直接迄个感受，啊是要先写啦，是先写一句。好。毋过时间原来真重要哦。你看到马真欢喜，安尼嘛会使。对，就是直接写出来嘛，无要紧。从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有当有种哒哒滴滴哒哒滴，哒滴滴。哦，8点啊，8点啊，8点啊！一个都无。会当带我去踅踅，带我去游街。才有一只马。后面加有几加倍，就在前面啦，我觉得太晚进。好啦，看恁安尼认真甲暗顿拢袂记食，一直伫遐讨论，一直伫遐找感觉，我嘛是真欢喜。这拢是真大的进步呢。即摆天光啊，蔡家要帮阿公阿嬷庆祝50周年的金婚，伊毋知拢穿啥物呢？蚵啊，是恁的蚵，啊，这是要安怎蚵？阿嬷，老早，搞早。阿嬷，敢会当教咱要安怎掘蚵？会啊，你嘛哦，救起来就好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蚵啊。这就是蚵啊，对个，这咧配配。像咧写甘蔗呢。好，有吧？哎，你请看麦。好啊。啊，这就等下就好，你等下就好。等下好。哦，这就要出来咯。来哦。黑肉黑。嘿。其实袂啦。哎，就起来哦。哎。安尼解配。安尼。唔是。会啊。会使安尼，会使安尼，会使安尼用。哦。倒饼嘛会使。会使。啊，这爱用掉。哎。嘿。哇，会专业呗。专业的啦。以前咧写甘蔗。哎，娘啦，安怎？咱办到鸡汤呢，系啊，不过咱啥物拢无。系啊。你要来种啥？要掠鸡哦？嘿，阿妈你有饲鸡哦？有啊。足大只的呢。系啊。啊，应该会足歹的。袂啦，介乖。介乖吗？介乖，你会当掠看卖，介乖。掠看卖哦。好，来掠。啊，恁先掠迄两只。两只哦。好。我来，你足好帮的呢，我敢会使参恁做朋友。我要参今日暗顿做朋友。伊的石条甲掠落，石条甲掠落。是啦吗？嘿。不，我看袂使。你啊较紧呢。我要今仔要叫支援。你要叫支援？伊就走袂开啊。好。阿妈，我去甲你介绍者，我是俊杰。我是郑璇。郑璇。对。阿妈，我有分配个任务，但是因为阮想要办桌，所以需要一寡青菜。好啊，介济菜啊，有莧菜、龙须菜，啊嘛番薯啊。哦，我足介意呢。安尼阿妈唱歌互你听。我跳舞互你看，跳舞互你看。我唱歌互你听，啊，你较我忙你的菜安尼。咱做一个交换。好啊。今日来到菜园边，拄着一个阿妈你，阮如是仙女下凡尘。
我去迄边甲伊赶过来。哇，我看袂到。啊！哎呀，安尼搞，哈，忘记啦。唔敢啊。呀，OK。伊足乖呢。想要了，毋过我唔敢了，我真正唔敢了。我甲你用着，我甲。对啊，起来就对啊。哇！宝哥，咱来好耍啊哦。到时阵等宝哥来，佮叫伊帮咱掠迄内底上歹掠的。好，我足喘的，伊嘛足喘的。哎，真正有咧流汗哦。有啊，你看我的面，有咧。真正有咧流爱吃汗。瓜无？哎哦我，用腰啊帮你切瓜。哎哦，啊姐姐，我较好呢。用腰爱切瓜。哦，切瓜。切瓜。有较好无？有。那爽快哦。比较爽快。这是啥？这是。而且一两条的。嘿啊。这是我今仔日送你的花圈。是吗？你会当，比如讲今仔日有落雨的时阵，你就会较哦。就安尼一支小雨伞，咱两人做伙用一支小雨伞。咱两人。一支小雨伞。爱较多水，咱去找搭水来冲下。也好耍。动一头。敢会使互阮一句话彩色？会使啊！阮会感谢阿妈你一个。感谢。你阿妈带咱慢啊无？我若看无。走，阮有逐工礼拜吼，阮拢有挂收咯。哦，拢挂收咯。有蜜蜂耶，蜜蜂要安怎讲啊？芳，芳袂定，袂定人啊。袂话啊，伊个芳拢会来。你去无？还是我摕？嘿，好 ，OK。有啦，安尼。噔。谢谢你啊，你真水，搞赶快。谢大姐。卖讲这啊。